而家嘅見到嘅相機就係一部改裝過嘅 Panasonic GH2 嘅相機，我用咗一塊嘅 Clear Filter 代替咗 Low Pass Filter， 所以所有嘅可見光同埋紅外線都入到 sensor 入面。如果我影紅外線嘅時候呢，我只係需要將一塊紅外線嘅 filter 放喺鏡頭前面。而家我就會講解一下點樣 set white balance。如果我用自動白平衡去影相呢，嗰啲相影出嚟呢，咁就會有偏紅嘅情況。好多人會以為用綠色嘅嘢去 set white balance， 咁但係我會建議使用一張嘅白紙去 set custom white balance， 因為綠色有分好多種嘅，我應該用邊種先啱呢？首先將一張嘅白紙放喺鏡頭前面，之後 set custom white balance， 再影一張相就完成啦。